要求不合理，明天大家要去抗争。公司的要求不合理，明天大家要去抗争。阴污，阴污，阴污。任务，任务，任务。條架舊低嘅任務愛千啲去完成。條架舊低嘅任務愛千啲去完成。條架舊低嘅任務愛千啲去完成。老闆交代的任務要盡力去完成。老闆交代的任務要盡力去完成。老闆交代的任務要盡力去完成。公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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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平。處理事情要公平，則唔會本人講閒話。處理事情要公平，則唔會本人講閒話。處理事情要公平，則唔會本人講閒話。你處理事情要公平，才不會被人說閒話。你處理事情要公平，才不會被人說閒話。你處理事情要公平，才不會被人說閒話。同同學啊，不當我啊，一做唔得嘅問題啊。冇理咧。上下假如無信任親人嘅離開啊，總係愛情嘅理由啊，係嘛？冇聽錯過家己呢事情4年就會解決啦。唔看，佢哋用兄弟維持人嘅用係。終於知道為什麼有人要借酒澆愁。事情佢唔對，唔對我用個啥？終究落去架死到底底，前公你怎講？好啊，你下就一買。神經哦，請你講講聽。你讓我聽說，好嗎？冇，書不用聽好嗎？羅孝平，喂，老人，我叫啦，我。你这么在叫啊？这么的呀？停！哦，伊都倒来相用的啦。你也得有什麼事，乜嘅事情好好講啊。朋友係乜嘢？朋友。都但係同事，還係朋友啊？你還沒衝動你？冇人管啦。冇人來管。給你留你要做嘛？講你沒天發。你明知道我晚上沒事會來這裡跑步。出某地方去，做唔得咯。你衝動你都媽媽愛老年送醫院。